岛关系的乡镇，保利仁爱西池甲国姓乡来结名，共同打造区域旅游的品牌，期待会当将做台湾版的成良岛。即天特别到台中乌日的高铁站举办推广的活动，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。东港因为私人的行程到台中坐高铁，好奇探头去看，当场互扭起做伙推销。南投县在地舞团跳舞开场，替现场组织热烈气氛。南投县保利镇、仁爱乡、西里乡、国姓乡共同打造区域旅游品牌。即天特别来到台中乌日高铁站举办宣传的推广活动。4个乡镇内底，不管是咱足丰富的农特产啦吼，以及咱所有的特色小吃吼，甲咱的这个民宿的这个业者吼，会当讲推出上好的服务。南投县四乡镇成立联名拍团体战，当在行销推广四乡镇拼观光。我们会透过我们台中市直辖市，带领所有的国际客人跟国内客人，从台中、南投，我们一起拼观光。台湾观光产业要甲国内外的观光客拢带来到这架车，邀请大家同齐来中部佚佗，体验当地水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